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12月31号哈。那在座各位都没有去市政府去跨年哈。因为这个地方才是蒙受祝福的地方啊，领受喜乐、领受祝福、领受恩典的地方。大家都抓到这个恩典，抓到这个祝福，抓到这个重要的时刻，来到圣殿里面，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思想神的恩典。今年再过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但在上帝的眼中，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不是明年第一天才叫做最好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但是确实在2021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特别在疫情这2年带给我们全球很多的一些挑战困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来献上感恩，真的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跟恩典。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配得我们歌颂的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整个的敬拜之前，我们先邀请大家开口来为我们这位值得我们歌颂的神，我们来开口来赞美他，赞美他的恩典，赞美他的信实，赞美他的公义，赞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带领。我们都开口来赞美他，我们开口来赞美他。还有是的，主，我们要赞美你。是的，主，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唯有你才是我们唯一的真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你是充满慈爱的。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时常的看顾我们。我们要为过去的1年所赐下的神带领，我们要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神，你与我们同在。祝我们允许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荣耀的事情。主啊，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要匍匐在你的面前，就在敬拜你，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赞美你。主啊，是喜在今在的神，我们将你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神，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与我们同在。虽然遭遇了这样的一个病毒的肆虐攻击，但是你此刻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感谢你。主啊，你是使我们有满足、平安、喜乐的神，除去我们一切的捆绑。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一个属灵征战中的那个得胜者，使一切的邪恶从我们的里面就出去了。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伟大的真神，你是配得颂赞赞美的神，你是荣耀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你的作为。从这日到那日，要发出你的言语；从这夜到那夜，要传出你的知识。你的亮带通遍天下，你的言语传遍地极。因为你的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你所创造的是何其的多，何其的美，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你是信实的神，你的信实，你的伟大。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你，匍匐在你的面前要敬拜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我们如此的赞美祷告，乃是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扬声欢呼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神。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呼，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重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殿。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
是拯救，你就是我的师傅，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声欢呼赞美我们的神，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就是我的师傅，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就是我的师傅，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就是我的师傅，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他是主。现在快来君王，万心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来高声赞美神，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现在快来君王，万心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现在快来君王，万心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们将这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
大家请坐。罪，来到主的面前，向神说：“主啊，来改变我。”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恩典之流》。主圣灵紧紧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主圣灵紧紧呼唤着我的心灵。
说你奇妙优美。我们一起来看几段经文，在约翰一书1章5到10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雅各书5章16节，我们一起。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谢谢神赐下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特别在1年当中，我们相信神他常常怜悯我们这个软弱的个体。我们常常犯罪，常常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却自己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很厉害，我们以为自己没有什么错。但是求神来光照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祷告，求主怜悯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被神调整、被神来修剪的生命。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特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更应该活出圣洁的样式。所以我现在要邀请大家，你眼睛闭起来，想一想，你是不是在生命当中对主缺乏信心，或是你很自私、贪婪，常常与人结怨，不原谅别人，甚至爱传口舌，爱说八卦，嫉妒、骄傲、说谎，或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损人的事情。求神光照我们，你我都有可能会犯这些罪。我们为自己这些隐而未现，或是就在当中生活当中的罪来祷告。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罪来开口，神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的，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光照我们的罪，主啊，帮助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就在你的里面，我们向你来承认。是的，主啊，爱你的帮助我们，是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是的，让我们真的是神活出你喜悦的那个样式。是的，主啊，说是的。是的，主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主啊，求你将我们的罪洗净，除去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过去曾经爱传口舌，爱嫉妒，喜欢骄傲，说谎话，或是很自私、贪婪，与人结怨。我们相信这是你所不喜悦的。但是主啊，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个体，我们需要神你来帮助我们。求你除去我们这些旧的老我，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眼前所行的恶能够一尽剪除。主啊，求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主啊，你喜悦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看轻。因为主啊，当我们一次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认罪的时候，主啊，你要洁净我们，更新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神你喜悦的样式。是的，主啊，主啊，求你收纳每一个人祷告的声音，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你的改变。谢谢主，我们富强教会的儿女都要被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来翻转。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同心感谢祷告，是奉靠你的名来求，阿们。接下来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我们要跟过去的自己道别。有时候我们有很多软弱，我们不知道。我小时候很胆小，很怕暗，很怕黑，但是感谢主，我长大以后，因为有神的爱、圣灵在我里面，我不怕黑了，我也不怕自己独处了，因为神常常跟我同在。那我们也常常有很多的老我，很多的旧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常常跟神说：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你如果被神改变的时候，你以前可能要生气3个月的事情，可能会变成3天。你求神改变你的时候，你常常生气的事情会变成2个小时，或是2分钟，或是更快。阿们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软弱。你有没有很爱生气？可能有，我有时候也会很爱生气，但是神在改变我们，神也在改变我，所以我们再一次为自己祷告，求神除去我们生命中那些老我，那些旧的老我，旧的那些自以为是很厉害，我很有学问，我很有能力，我什么都会的那一种老我。我们就是要到主的里面被神更新，被神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是的，主啊，更新我们的生命，就是说恢复的功夫，改变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活出神喜悦的样式。哦，是的，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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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的，主啊，主啊，你在当中帮助我们。是的，主啊，在当中帮助我们，也安慰我们当中那些不安的心，那些后悔的心。被主来调整，被主来改变。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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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当中，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是的，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老我的旧的生命。主，我们不再被罪捆绑，使我们能够与自己和好，跟过去说再见，跟过去的那个神不喜悦的老我道别。主啊，我们要在你里面被更新，在你的里面重新站立起来。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我们感谢赞美是奉靠你的名来求，阿们。第3段，求主赐下原谅的力量、能力在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释放跟自由。我相信一定有人得罪过你，对不对？有，一定有，不可能别人都对你很好，别人也不一定要对你都完全的这样子顺服你，不可能。但是我有一个感动，我在准备的时候，神要我们更多去原谅别人。当我们去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更好，因为我们的生命得到释放跟自由。原谅带来释放跟自由。在主祷文马太福音6章12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6章14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也是我们今天主祷文的这样子的主题。所以如果你的心中有一个不饶恕的灵，可能不饶恕你的父亲、母亲，或是你的姐妹，或是你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上司，或是你很亲密的人，我们来练习好吗？我们就来练习，来原谅这件事情。
当你原谅的时候，你可能就得释放了。所以在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名单，如果没有，感谢主，你的生命这么好，没有人伤害你，真是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有人让你真的很不舒服，我们就来原谅他，好吗？好，我们一起来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来你的面前，主啊，是的，求你赐下原谅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释放和自由。主，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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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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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我们的主。哦，是的，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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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是的，主啊，你是赦免我们的主，你是有怜悯慈爱的主。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我们愿意原谅的时候，主啊，你也原谅我们了。主啊，当我们愿意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得释放了。当我们愿意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自由了。主啊，求你将这样子的恩典、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去原谅别人。主啊，或许原谅很难，但是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功课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次来经历，每一次来练习。是的，主啊，我们多爱你，你更爱我们。主啊，因着爱你，我们要学习调整，把我们的生命调整到神你喜悦的那个样式里面。主，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们。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之流进会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深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稀释完全，我的王见你容颜，述说你奇妙荣美，主的爱穿越高山，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之流进会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至深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稀释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述说你奇妙容颜，述说你奇妙柔美，述说你奇妙柔美。阿们。感谢神，在于你的带领，我们在岁末最后一天，我
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分别出来。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所献上的祭，神也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的祷告，你的流泪。求神帮助我们，在最后一天，我们用感恩的祭献上给我们的神。我们来唱这首歌。情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要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这么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弟兄姐妹，够用的恩典有3种。第一种是恰好足够的恩典，第二种是来得刚刚好的恩典，第3个是够多可以分享的恩典。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这些恩典不全然都是顺境，有时我们的生命也会经历挑战，有苦难，而苦难常常逼得我们内心刚硬起来。但是神是慈爱的神，他会扶持我们，就如同保罗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难堪和困境，因为他和撒莱没有儿子。可是上帝竟然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之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生而立，君王从你而生。”摩西他在40岁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他逃亡了40年。就在他80岁的时候，神命定他要回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他们两个都是顺服，愿意重新去面对他们生命中原来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那个困境，最后完成了神应许的工作。另外看到一个例子是雅各，雅各从小就很会抓住机会，很会占便宜，他什么都要，因为他名字就是抓。那他也得到上帝很多的祝福，可是他始终认为这是他自己很厉害。有一天，直到他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要去见他的哥哥，来到那个雅博渡口，他在极大的生命威胁下，因为他当时欺骗了哥哥，他害怕会被他哥哥杀了。在那个夜里，他跟上帝摔跤，瘸了腿。他遇见了神，神改变了他。他知道，从今以后就是要放下了，从今以后就是要靠主得胜了。弟兄姐妹，亚伯就是倒空，就是放手的意思。他从原来是抓，最后变成放手、放下。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关卡，感情、金钱、工作、婚姻、亲子、疾病，甚至是死亡。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我们一起学习，无论是在顺境，无论是在逆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开口来感谢，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是何其的大。主啊，不论在顺境，在逆境当中，主是肉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来仰望你，来信靠你。主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主啊，我们都要赞美你。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主啊，我们来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你的能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谢谢你的恩，谢谢你的恩典。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主，你的美善，你的祝福总是与我同在。主，即使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主，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前方的盼望。
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慈爱的话语和出人意外的平安支撑着我们每天生活。主，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可以继续的走下去。主，谢谢你深爱着我们，你总是看见我们的需要，并温柔的陪伴我们走过那些不容易的日子。主啊，求你让我的眼光始终注目在你的身上，用你的平安充满我，给我们信心和耐心等候你应许成就的那一天。就让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选择来信靠你，不管得时或不得时都赞美你。主，你是配得称颂的神，我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帮助我们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成为你神你所喜悦的器皿。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我们来看第二段圣经节，诗篇91篇第9到第10。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第二段，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节，神并没有应许爱主的人从此就无忧无虑，他的应许是在困苦当中他会搭救保护我们，并且回应我们的祷告。神承诺他会与你同在，不离不弃。我们来唱这首歌。没有一个有关，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山举步，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这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没有一个有关，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
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动，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我们富强教会45年来得到神满满的祝福。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不会在这里一起领受。求神持续带领我们的教会成为这地这民的祝福，使上帝的荣耀彰显。我们一起开口，为教会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一年来在我们富强教会的恩典。求你赐下焚烧的灵，烧尽教会当中一切的邪情和私欲。主啊，求你调望众肢体爱神爱人的心，调望众同工服侍的热忱。主啊，使我们的心里能够火热，沉睡的灵苏醒，软弱的生命得到刚强。主，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使我们能更认识真理，持守真理，传讲真理。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愿你的教会兴旺，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颂赞都归给在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门。阿门。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生命如江河涌涌，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主耶稣不仅为我们跟我们立约，他要祝福我们所爱的富强教会。相信神要在这边实行他的恩典，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看见复兴。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不害怕神的百姓不害怕。耶和华，你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多平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
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那预备的救恩的道路。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哈利路亚！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呼喊神的百姓，哈利路亚！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直到大水淹没仇敌。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让祷告的声音，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什么使教会和世界的社团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出埃及记33章第6节，我们一起开口同念：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当以色列人犯罪，上帝说：“你们去吧，我带使者带你们去吧。”可是摩西跟上帝说：“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去。”所以神的同在是教会的记号。今天讲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我们跟其他的社团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有爱，他们有互动，所以我们要思考神有没有真实同在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看下一章，全世界复兴增长的教会两个不可或缺的共同因素，第一个是要有充满上帝同在的热情敬拜，第二要有生产能力生命的小组，两个小组。所以我们的教会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都要有一个热情的敬拜。我们往下看，有人统计说，一个慕道友到你的教会，下一次会不会要到你教会？一个最重要因素，他在看我们的敬拜，他在看我们如何敬拜神。我们是把真神敬拜成假神的样子，还是当慕道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说真的有上帝在我们中间？感谢神，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也求大家来思考，希望我们在2022年，我们的教会在敬拜上能够更多的提升，求神复兴我们的敬拜的生命跟态度。我们闭着眼睛来思考，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你是如那个妇人打破香膏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把你所有的苦处，把你的难处，
跟神呼求：主啊，你来医治我；主啊，你来可怜我；主啊，你来祝福我。让我们能够真实来领受主耶稣的医治跟看顾，而不是我们每一次来到敬拜当中，我们就当成一个观众，在当评审。牧师讲的好不好？圣歌队唱的好不好？我们都是祭司，要到神的面前来献祭。当我们一起来同心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当中。这是你我都要一起的责任。就像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我们要求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我们2022年，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跟神说：主啊，我要遇见你。我们要在我们心里面跟神说：主啊，我要大声来赞美你。我要从埋怨村迁村到赞美的大道去了。我要从苦毒里要迁移到赞美的大道去了。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心，为了我们富强教会成为一个热情敬拜的教会，是一个神同在、荣耀充满的教会来祷告，也为你自己的敬拜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恩典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当中就充满你的能力，充满你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谢谢要赞美你，然后每次的敬拜当中有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你的能力就帮助我们当中，让我们每次在经历你的恩典、经历的医治的时候，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能同在帐里面，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谢谢要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呼喊，哈利路亚！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他们的生命不离弃，如同大水淹没丛林。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失去，直到我们看见复兴。教会要得到神的祝福跟复兴，我们要一起开口祷告，直到我们看见复兴的来临。我们求主兴起我们富强教会有更多的祷告大军，不管我们个人灵修，我们小组的 RPG， 我们中岛代表勇士，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要同心合意，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向神来呼求。我们特别谢谢一真长老10几年来带领我们的代祷团，一起来带祷敬拜神。他将要在明年的时候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慈宝老师。我们求神，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祝福，愿神来兴起我们教会的祷告大军。我们也盼望在每一天的教会的我们祷告当中，为我们的教会提名我教的复兴合一，和为我们牧者与领袖，还有我们儿童青教员事工，以及我们教会有宣教热情来祷告。每一天开口来我们教会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祷告事工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教会的祷告的大军，祷告满满的丰盛，满满的热情，满满的恩典，让我们祷告看见这个需要拿起我们的把中国代祷敬拜，我们中午的祷告会，请领导这个代祷团队复兴起来，热腾起来，啊，来起来，感谢到你，啊，多谢各位教会的祝福我们的牧者。主要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我们要透过敬拜赞美，主，你宝座就在我们当中来设立。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大卫一样，更看不到我们自己，更愿意自卑谦卑自己，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祝福敬拜。所以我们的教会要透过敬拜、祷告、情与如。所以说，我们求你的同在、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次来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安慰，也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要谢谢你如此爱我们的富强教会。求主耶稣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敬拜的者，成为一个属灵的征战者。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更多祈求教会复兴的心在你面前。求你赐下复兴火燃烧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活祭，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唱这首诗歌《复兴的火》，求神的复兴的火一直在我们当中来燃烧，渴慕教会的复兴。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响起胜利的号角，宣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释迦的呼召，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我们唱快一点。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响应胜利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释迦的呼召，赞美在宝座前围绕，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愿复兴火降临在我们当中。复兴的火，复兴的火，生命的火，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我们唱一座经节，记在哥林多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心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敬拜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献上活祭。主耶稣的祭是要求圣洁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2022年当中，我们要持续来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更要离开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我们每日为神而活的生命就是献祭，每日为活而神的生命就是在献祭。当你不再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就明了神对你的心意，明了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明了神对这个社会、这个世代的心意。所以每天我们要献上活祭，愿神来充满我们，全心全然的燃烧在主面前。在2022年，你跟神立约，主啊，我要成为你馨香的祭在你面前。我们
们一起来开口同心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求人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活祭在你面前，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主要说我们谢谢要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在这样的复兴的活在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献上活祭，领受你的祝福，领受恩典。主我们不再求自己的公义，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再次将复兴的火、圣灵的火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圣灵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把我烧在主祭坛。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主我们成为活祭，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将2022年的我完全的摆在你面前，完全的破碎我自己，完全献上我的全人全心在你的面前。主要求你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不在我们自己的为中心，乃是以主耶稣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服事，来看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要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请一起来吟唱这一首诗歌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感谢赞美神，从日出到日落，从岁首到年终，都保守眷顾我们。虽然今年的疫情在世界各地都很猖獗，但是感谢主的保守恩待，让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夜，我们弟兄姐妹仍然能够齐聚一堂，来领受属灵美好的飨宴。相信今晚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他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神很在乎我们用心灵诚实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的同在里有一个更深的省思，来看见自己真实的生命光景。我们请音乐继续，我们请同工轻轻的来吟唱这一首诗歌。我们用安静的心来反省你自己的生命光景现在是如何呢？你跟神跟人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里面，一起来领受。恳求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我们渴慕来亲近你，渴慕你的爱和拥抱。不管我们现在的生命光景是好是不好，你都一样爱我们。恳求圣灵像雨水一般来洗净我们属世的尘埃。主啊，我们愿意放下一切的思虑烦扰，一切的苦难和病痛。现在我们只单单的来亲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好像那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那么安然自在，自由享受在主你的同在里，来向你倾心吐意。亲爱的主，当我们学习用主祷文来祷告的时候，就同时在宣告我们与阿爸天父、与主耶稣和圣灵有一个亲密美好的连结。相信这个祷告不只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主权、软弱和需要，也关乎我们身心灵的全人祷告。主，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活祭，一生蒙你的悦纳。恳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正明白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方式、态度和真理。求主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也能活出真理，好让我们一生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把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可以透过主祷文的形式，更能贴近你的心意，也环行
我们属灵生命真实的光景，反省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好让我们成为你国度中的好管家，一生为主而活。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祷告都不完全，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祷文的省思。有一位弟兄某天遇见天使，他问天使说：“天使先生，我认真参加聚会，常读圣经，勤背金句，定期奉献，我可算是基督徒的模范吧？”天使回答说：“你懂不懂得背诵主祷文？”他洋洋得意地说：“我自年幼时便开始上主日学，这篇主祷文怎么会不懂？我甚至从尾到头背诵一次也可以。”天使微笑着说：“在念到我们时，你是否真的跟弟兄姐妹们有真挚的相交？”在念到在天上的父时，你是否真的跟上帝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念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你本身是否过着光明圣洁的生活？在念到愿你的国降临时，你可曾尽力在地上实践天国的公义？在念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时，你有否尽力透过读经和灵修来了解上帝的旨意？在念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时，你是否存心不劳而获，甚至巧取豪夺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在念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时，你是否真心全然原谅他人，像上帝原谅我们一样？
在念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时，你有否容许自己与坏人坏事为伍，纵容自己陷入试探的网罗中？在念到救我们脱离凶恶时，你有否恒常祷告，寻求圣灵时刻的帮助？在念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时，想想你在平日的工作或生活中，是否只顾追求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权利？在念到直到永远时，想想你是否满脑子都充满着总是眼前的事物？在念到阿门时，负心自问，之前的祷告真的是你诚心所愿吗？最后，这位弟兄满面羞愧的离去。让我们再次以主祷文祷告时，能有全新的领受。我们现在邀请弟兄姐妹们再次以主祷文同心齐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2021年即将落幕，2022即将开启。今天我看到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把最宝贵年终欢乐，或是庆祝，或是跨年的时间奉献给神，我觉得是心中最大的感动。感谢主！我要请跟彼此来说，你是神祷告的勇士，好不好？来给隔壁。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请同工可以把转换另外一个投影片哈。我们富强教会在印象了哈，没有很精确，在迎接千禧年，就是2000年那个时刻。大概那时候我们教会差不多建社教大概25年左右。我们的教会在当时的旧礼拜堂，那边有地下室，我们开启了会前的祷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教会这个礼拜祷告的传统就慢慢持续、慢慢的推广。我很惊讶，在4年前，我跟谢牧师回到我们的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啊，感谢主，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祷告的产业，不知道翻了好多倍啊，是那么样的热情，那么样的兴盛，这是我回到教会第一个印象深刻的部分。
今天我们举行这一个年终的祷告会，就是由我们的代祷团队，他们亲自设计的，每一个段落、每一首诗歌、每一样祷告的项目，因为大家的同心，让我们感觉到神确实圣灵在我们当中，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在这边没有什么花俏的节目啊，也没有牧师讲的什么长篇大论，就是每一位同工带领大家一起祷告。但是你有没有感觉你的心是热的，你的呼喊是真诚的，你的祷告是迫切的？这是真的是我们教会最大的恩典。我们的代祷团队，有人跟他讲说，代祷团队就是我们教会的属灵发电厂。我们的属灵发电厂，那这个属灵发电厂呢，有一个厂长，他不会大声发号施令，他就是暗中的联系、协调，让我们这个代祷的事工，从10多年来一直在成长。那这个属灵发电厂的厂长就是我们的一真长老，我们给他一个热情的鼓励，好吗？感谢主，他一定在今天我们的祷告会完，就要把这个厂长的任务交给我们的慈宝老师，我们给他热情掌声一下。我想2022年应该是一个2.2版的这个升级版的，但是我们回想过来，这个厂长如果他是现在是台中中火的厂长大家骂得要死，说老是到冒黑烟，让我们不好过大家又需要电，又不需要那种烧煤的电厂，但是我们富强教会的属灵电厂是一个完全洁净的电厂，是一个充满能力的电厂。更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厂长多会点火，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柴火，每一个人当你投入的时候你这个属灵的火热火燃烧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教会最重要、最美好的时刻。所以我们不只是为我们的代祷团队的团长祷告，而是因为这个祷告是关乎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灵命的关键，你的灵命的温度计就是在这个时刻。所以我才说，今天看到那么多人来参加，心中很感动。很多人跑去每一个县市，现在几乎都有了都有一个跨年晚会。我们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那个可能是一个追求一时的肉体啦，或是感官的欢乐。那到凌晨就一脸疲累的回家，隔天又恢复原状了。但是我们的祷告会是，我们在神面前，透过刚刚的程序，我们一边认罪恳求神来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垃圾罪，然后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迎接新的恩典，然后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让教会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所以呢，有人这样讲说一个教会呢，如果他们的活动办得很热闹，人很多，代表这间教会很会设计节目，他们的活动组很受欢迎。如果教会的做礼拜很多人来参加，他们就可能认为说原来他们教会的敬拜团很会带领敬拜牧师可能讲道大家很喜欢听但是重要的是祷告。祷告会如果人多愿意来的时候，是代表主耶稣受欢迎，代表主耶稣受欢迎。为什么主耶稣受欢迎呢？因为祷告会，如果你不进入在情境里面，就是大家一群人不知道在喊什么、讲什么、练什么，好像跟你无关，对不对？你会看得很无聊，很想马上离开耶。所以祷告会是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然后耶稣是我们的祷告的对象。那一个教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参与这一个祷告会，是表示大家都同心合一，同一个心志，愿意为教会、为个人、为社会、为国家来摆上我们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富强教会这个代祷团队是我们珍贵的属灵资产，是我们属灵的发电厂。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参与，所以这个祷告团队它的重要性就在你我每一位。另外一个有人这样称呼了哈，说日本这个国家他们的教会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教会，因为他们的神学很强，很多学者哈。那韩国呢是一个追求祷告复兴的教会。他们就也赞美我们台湾的教会，他说台湾的教会是一个很会唱诗歌赞美的教会哈。我觉得这个都很棒，他们的属灵产业都很棒。但是今天牧师要在这边，我们要一起在做宣告。我们的富强教会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教会，富强教会是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富强教会是一个祷告复兴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彼此来激励一下？牧师说富强教会是追求真理的教会啊，你们就跟着我一起讲，可以吗？好，第一个是追求真理，我们富强教会追求真理的。再来是我们富强教会是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好，富强教会。再来是祷告复兴的教会，富强教会。我们不是在练习呼口号啊，是我们觉得这3个产业我们都要。就像刚刚魏鹏长老带领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刻哈，祷告的时候，那刚刚我提起了，因为祷告不是一个全体聚集、热情、同心合一的祷告，还包括你自己跟神建立关系的祷告。所以呢，牧师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期待了哈。我们2021年。你稍微思考一下，到底2021年是怎么过的？一大段时间是被关在家里面，一大段时间是不能跟人家互动的，一大段时间教会里面做礼拜就有牧师跟几位同工在这边唱诗歌，其他都在家里面。这个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2021年过了，你期待2022年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一点，既然2021年我们都能过了，2022年绝对是会更好，因为我们已经有免疫力了，我们有已经很大神给我们这个操练，我们能够迎接任何的挑战。感谢主，2021年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让我们发现说任何人，包括一个国家多强大，他都没有办法去克服、去改变这个疫情所带来的伤害。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更谦卑的说：“神啊，不要我们自己能自己做什么，而是神啊，你的怜悯，让我们用更谦卑的心，求神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神，是我们富强教会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强大的力量的教会。在疫情来的时候，就有5个人在教会。好像大家不知道哪边的都散掉了哈，但是当我们疫情缓解之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勇士都回来了。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去年，还有包括今年，我们整年的经常会、我们的奉献都没有减少，而且去年还超过预算。这不是神的神迹吗？不是神的力量吗？我们都闪掉了，没有人鼓励你奉献呢。有人透过网络，有人透过网络银行来奉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在明年有一个期待这个主题了2022年的一个事工的主题，跟刚刚我们的祷告会有一个连结。我们一起来念这两个条文，好不好？预备来，丰盛生命活见证。委身基督传福音。
第一个重点是我们期待明年我们一起努力，在各样的聚会、各样的活动，包括牧师的讲道，还有我们的那个门徒训练，我们求神让我们互相教会的大大小小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领受这丰盛的生命。丰盛命很广，牧师不是要在这边解释，以后有空会在讲道当中分享。这个丰盛的生命，才能在许许多多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当中做活见证。不然用口头讲多少的这些福音真理人家只是觉得你是口头发言的，但是你的丰盛生命让人看见说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你的神，我愿意认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愿意委身在基督里面，成为神忠勇的勇士，福音勇士。所以有3段经文，我们来练一下，来稍微放在心里面做一个学习哈。第一个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一起来练，预备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刚刚我们也听到我们同工讲，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没有圣灵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我们只不是一个可能组织很好的团体，一个很热闹的团体，一个普通的俱乐部。但是有圣灵的同工，才发现这个团体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我们能在精确的讲是说，在这边聚集的一群人，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社经背景，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的才能，而是因为这一群人在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生不只是世上物质的生命，而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喜乐、平安、健康，充满丰盛。所以第2段经文就是让我们来追求这个从神来一个丰盛的生命。约翰31章5节，我们都会背，一起来。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我期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在网络上，今天在直播里面所有弟兄姐妹，大家都一起得到神所示这3样美好丰盛的生命。跟隔壁来祝一下说，愿你有这样丰盛的生命，好不好？来隔壁祝福一下，愿你有这样丰盛的生命。是的，愿这3段经文很熟的经文，就跟刚刚我们李伟教授在练口白的时候一样，你会背主导文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你有没有把主导文里面的含义把它活在生命当中。同样的，这3节经文，我们很会写，也常常写来祝福别人。但是你没有真正得到，那只不过是一个标志而已，只是一个口白而已。所以我们期待明年在今年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举办我们的幸福小组就是有系统的一个福音行动。但是我们发现牧师很惊艳，也是很惊艳，就是从感恩节开始，一直到昨天是30号，我们的各小组、各团契、各团队举办的不胜枚举的圣诞这个福音餐会哇，每一组都是快尽巧思了想了好多好棒的一个桥段，让这些贝斯的感到宾至如归宾至如归牧师因为也是个恩典了跟我们的区长都有福气这一个小组举办，邀请你过来这样子就看到他们办了那么样的兴盛不过唯一一个缺点今天我去高雄参加一个喜宴，他们看见夏牧师都说，夏牧师我看到你胖了哇我就用这个理由来解释，因为我吃了20多餐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受苦没关系是我们的福音的种子真的种下去了
那么的营养，对不对哈？那么营养啊！我们期待今年虽然没有幸福小，但是同样能够很大的收割啊，很大的收割这样子。所以我们期待明年我们借由这样的，无论是幸福小组一个组织的长时间的一个时段的福音小组，或是我们的餐会，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在我们所谓的感恩节啦，或是圣诞节举办。上半年有什么好的理由，我们都可以举办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小组哈。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哈。主耶稣给我们呼召，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施洗，感谢主。你要去，因为你得到权柄，神给我们的权柄，就是耶稣分享给我们的权柄。在主耶稣奉他的名的，都领受这个权柄。我们要到各地使万民做门徒，给他们施洗。感谢主。最后呢，牧师又回到我们这个代祷团队来。我刚刚讲说，看到我们的代祷团队的产业是那么的丰盛，我们的义珍长老他要把这个棒子交给下一任，表示说我们教会其实明年也是一个大的一个传承的年了哈。我们不能说这一代大家享受那个丰盛，那下一代都没有人接了，所以我们在后天的礼拜天哈，我们的就任式哈，除了长职轮休以外，有好多位团队小组长要就任，这个也有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要江山代有人才出来，每一个时代神要兴起新的领袖，所以期待我们所有中生代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记得你们要接受这个荣耀的呼召，这样这个教会才能够永续的发展，能够持续的成长。那关于这个代祷团队，我有一个很感动，就是说，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了我们这个群以如的祷告或是敬拜，就是我们礼拜5的祷告会。我们的教会算是参加的人数将近100个或是100出头，这是很棒的一个祷告会。我们期待明年的人数能够更突破，因为每一个人的祷告是你直接跟神的关系。我只能为你代祷，但是不能让你领受，自己要领受。期待我们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祷告会。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马可楼的祷告，就是在我们的代祷勇士，我们的中保代祷，我们每一天都有人在我们的祷告室，在守望，在守望楼祷告，在那边为大家做代祷。那我们期待，我们还有小组个别密室的祷告。那最近在去年应该是今年有开始，但是去年就开始推动了。刚刚我们也提到 RPG 的祷告 ，RPG 的祷告，其实 RPG 的祷告就是刚刚我们所学习的主导文的祷告架构。这个祷告架构就是这个主导文成为我们一个 RPG 复兴祷告小组的祷告架构。那我期待明年呢，我们不只是有马可楼的祷告，有秦里如的敬拜的祷告，那还有一个我们私下化整为零的，像圣经所说的，你们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我期待不只是在马可楼有人为你祷告，为你守望，而是你们个别每一个小组里面呢，都有人在自己私下的一个密集的 RPG 祷告。那有人可能还不是完整知道 RPG， 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小组长都已经领受这个美好的一个祷告架构哈。RPG 的意思就是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复兴祷告小组。虽然这个名称是从国外来的，我们有的人念得很拗口，但是只要简单来说，就是按照主导文的格式，按照
圣经所说2、3个人聚集，神就要在我们当中。这样简单的理念，我们就是期待。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小组里面这个带领者哈，他说3个人就可以了，但是我怕有的小组可能他带领的人还不大足，可以4个5个也没关系。等都成熟了以后，你们可以把它再分成更细，但是至少要有3个哈。那这个祷告小组里面简单的理念，牧师借这个时间做一个分享。RPG 的祷告是什么呢？在父爱中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求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也为个人的需要祷告。那更简洁的是这个3个祷告内容，真的太简单了，因为主祷文其实就可以分3个段落。第一个，你要感谢赞美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闻为圣。所以，当你这个3个人祷告小组，我们一起同心说，赞美神，感谢神，赞美神的恩典，赞美神的大能，那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日用时今日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小组当中，也许每一个人讲彼此的需要，来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所需要祷告。日用饮食是代表我们物质上、我们生活上的需要。第3个，神国降临的祷告，就是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或是我们的群组来祷告。那这个3个祷告内容太简单，对不对？感谢赞美、日用饮食、神国降临。所以这3个祷告你可以在随时，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去年到今年，我们的那个网络使用很熟悉了，只要2、3个人，你一个群组一打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祷告了。当然小组长可以分配，或是你们私下邀哈。感谢赞美就是脱离自我中心，让主做宝座。第2个是日用饮食，按照你的需要。第3个神国降临，就是为福音转化这样子。那 RPG 都是这么简单哈，基本上最简单的组成就是3个人 A、B、C。那 A 可能是一个领导者，那来招呼 B 跟 C。但是你的小组如果人还没有那么成熟，有人带领的话，可以4个人、5个人也没关系哈。那这个口诀很简单，好，3个人同祷的小组是3210哈，这个一个代号牧师没有空来讲解，就是说用同祷的方式就轮流开口，用绘画式的祷告。那同祷的结语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样子。我期待我们明年呢，我们的整个祷告的产业更加完整，就是整个形态都完整了哈。有团体的礼拜5的祷告会，我们有很多代祷勇士愿意在密室或者是在马可楼那个祷告室为大家做守望祷告，然后再分散到每一个小组，包括我们的松联都在推动这个代祷小组。期待我们的小组是很多的小，因为很多的代祷小组好多人去经历到神奇妙的供应，神奇妙的改变，神奇妙的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这个让人感动的聚会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到你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每一天当中。感谢主，愿神用这个丰盛的生命成为我们明年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跟呼召。这个时候要邀请大家，我有一个感动是想要邀今天所有带领者都出来到前面，可以吗？我们的刚刚的领袖每一个阶段的带领者，包括牧者来我们的施宝老师，你们拿麦克风出来哈。就我们这几个同工有没有麦克风来拿着？我们要包括区长、李伟区长也出来，好不好？在座有没有长老？长老的也出来。我们要举起祝福的手，为大家来做祝福哈。为来做祝福，没关系，有麦克风跟没麦克风都没关系哈。长老牧者还有区长都来，包括刚才的带领者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荣耀的呼召。我期待不是一支非常，我觉得这首诗歌非常棒，唱起来都会振奋人心。但期待这一首荣耀的呼召是神在呼召你，神要给你一个使命，明年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成为教会的福音勇士，然后愿意为神来
走前面传福音的道路。我们这时候能否起立啊？我们要来唱2次左右哈，唱2次左右。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我的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以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我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以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以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以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以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时候要邀请我们教会的领袖为大家来做祝福。我们请在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在前面的带领者举起我们的右手，按自己的感动，你的区的小组或是你的会众你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奉主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第一个祷告，神呼召我们成为中游的勇士，福音的勇士，一个神圣的呼召要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要用丰盛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第二个，为我们教会明年的祷告事工加倍的兴旺，每一个人都成为代祷的勇士。第三个，求神来赐福我们明年有新的侍奉者，这些团队的首长、小组的小组长
以及我们的新的长子，求神赐给他力量、智慧，成为我们美好的典范。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这些事情来做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的牧区小组长仰望在你手中，然后我们将我们的九组的小组长都要说你与他同在，然后勇敢的带领我们所有的小组员，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在你面前服侍你。主啊，你要祝福所有的小组长，然后没有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喜乐来带领服侍。主啊，我们都是充充足足来见证他们，让他们丰盛有余。主啊，当他们在服侍你的时候，主你服侍他们家庭，服侍他们孩子。主啊，我们将所有牧区的主人，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更多的兴盛，更多的尾声，更多的为你所用，更多的喜乐来服侍你。主啊，兴起新的一代。新的领袖，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让我们的教会在里面真的充满敬拜跟祷告的教会，让我们去在你面前得到你祝福跟丰盛。谢谢，要赞美。我们开始唱刚刚那最后一段诗歌来做结束。刚刚那一段诗歌，高举双手，再一次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好，最后一次，再一次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勇敢的，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热烈掌声，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就是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谢谢天父上帝，感谢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个美好的祷告时刻，是一个情理路的祷告，是一个赞美主的祷告，也是一个恩典的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的，我们都领受到这样的祝福，这样的呼召，这样的恩典。主啊，在明年2022年，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守，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生命的一年。求神赐福在每一位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服侍者，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事业，无论是健康，无论是子女，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满满都有神美好的带领跟赐福。感谢赞美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在你面前敬拜，求你带领我们新的一年，因为我们更谦卑，让神来带领，愿将自己委身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奇妙的恩典，在路径都有神丰盛的滋油在滴下来。感谢神，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回家的路程都平安。今天晚上一个美好的睡眠，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一直跟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位弟兄姐妹，还有线上所有的收看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坐，请坐，请坐。感谢主，我们时间刚好我们的同工很会设计时间从8点到10点刚好结束那等一下回家，可能那个天气不知道凉有没有，能不能也许有人要赶过去参加跨年也没关系不过求神带领我们大家继续这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体验跟神有美好的连结好，我们再一次给彼此祝一下，祝你新的一年更丰盛，好不好？好，彼此祝一下。神恩典。新朋友今天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吗？新朋友。有没有新朋友？没有啊！我们拍手来欢迎今天参加的新朋友，好不好？拍手！
好，大家平安哈，大家平安，一路平安。我们的带领者要不要前面来照一张合照？我觉得这个布景很漂亮哈，拆掉了很可惜啊。请同工来拍。我们同工到前面照一张合照可以吗？拜团的。